盐水老街了，黑金清水公园了，黑金清水公园了，北地店了，北地店，然后它的左边，就是富壁公妈祖庙，富壁公妈祖庙，你看，连那个十字路口那边都有那个灯笼，妈祖庙，富壁公要南巡36庄呢。2018年中华民国107年，5年。哦，要南巡36庄了，时间大概是农历9月份嘛。